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我係 Betty 啊。呢一集呢，我會分享俾大家聽，如果大家喺澳洲擁有一個物業，究竟每個月要俾啲乜嘢支出呢？嗱，大家喺香港需要每個月俾管理費，同埋一季要俾一次差餉，喺澳洲你都需要嘅喎。Betty 咧覺得澳洲嘅管理費咧就好公平嘅，因為咧你所交嘅管理費咧其實設施可以任用㗎啦，並唔係好似香港咁，你游一次水又要俾錢，book個場去打波又要俾錢喎。只不過俾個溫馨提示大家，凡親聖誕節啲大節日咧，通常啲 BBQ 爐咧，大家就係先到先得，要早啲 book 㗎啦。如果大家喺澳洲嘅物業係一個 townhouse 花園別墅嘅話咧，你嘅管理費相對 apartment 咧會比較平少少嘅，因為 townhouse 本身係冇 lift 冇電梯，咁而且佢嘅會所通常係得一個泳池，冇 apartments 咁多嘢玩。Betty 咧記得2018年無線 TVB 訪問我嘅時候，有問我關於呢個管理費嘅問題。當其時咧，我都分享俾佢哋聽，其實澳洲人咧而家居住文化口味都轉晒㗎啦。佢中意租你嗰個 apartments 就係中意有咁多 facilities 咁多嘢玩咯。尤其是一啲名校網區，例如 Toowong、West End， 如果冇一個咁上下好玩嘅會所，真係冇人會租你個物業㗎。喺香港咧，大家需要每一季俾一次差餉。喺澳洲大家都需要嘅喎，不過佢哋叫做市政府費 Council Rates。呢一張單就係 Council Rate 嘅 example 啦。睇睇右手邊呢，係一季總共480蚊9毫半，而且亦都有 due date 嘅喎。喺澳洲咧，如果你擁有個物業放租嘅話咧，水電煤上網 Internet係由租客負責俾嘅。至於業主嘅話咧，要留意一個 utilities 嘅單啦。呢個係關於水費嘅，一季係交一次。utilities 嘅單咧會分開兩個部分嘅喎。首先業主要交咗先，而且要俾租務公司。租務公司就會根據租客嘅用水量 water usage 嚟 charge 翻租客㗎啦。喺上一集同大家講解過租務公司嘅服務費，將會喺大家每月收嘅 statement 裏邊咧，租金 statement 裏邊就會扣除㗎啦。如果大家放租物業有一樣重要嘢，千祈要記得做喎，就係每年買一次 landlord insurance。通常咧，你嘅租務公司都會建議你究竟買邊一間嘅。先前 Betty 都有提過啦，近年布里斯本嘅租務市場非常之暢旺，無論你係 townhouse 花園別墅或者係 apartments 分層單位都好，一般嘅回報租務回報都有5-6厘㗎。扣除晒頭先 Betty 解釋俾大家聽嘅使費、管理費、市政府費同埋租務公司服務費之餘，落袋咧都有3厘幾嘅回報嘅，係一個非常好嘅投資。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，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。